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发生着枪击案，有2个男子酒啉啉咧起口角，双方约伫个归人的医权来谈判。只讲一句话，就呛起来，枪举出来就开就车拼咯。实在真凶悍，双方是牙枪咧相弹，结局是一个死亡，一个还咧抢救。 2台轿车停伫街路，有一位穿白衫的查甫人对白车的副驾驶座行落，行向后车。双方讲无几句话，穿白衫的查甫人就直接举枪对方开枪，后车内底的人嘛举枪回击。拄好伫附近巡逻员警一听到枪声，就赶到现场。不过2台车拢已经开走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洪男于今日凌晨与吴姓友人。 在市区饮酒的时候发生口角的纠纷。伫今仔日半暝，姓洪的查甫人和姓吴的朋友伫市区啉烧酒发生口角，双方讲甲几百多伙约伫归人医权谈判，过程当中超袂好势，互相牙枪相拼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在洪贤所乘坐的车上，查扣改造手枪1把。 代志发生伫新华百货附近，看到的民众拢惊一跳，以为是放鞭炮啊，超过10枪了，因为它前面都是一发一发，后面就是连发的。啉酒了后起口角，要拼一个输赢，所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警方嘛要尽全力追查相关人员到案，要来了解犯案详细动机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